南投县的水里地方青年创新团队呢，今仔日是来举办水里 AI 行动日，偏向科技创新社会行动方案的实际行动，邀请到云林科技大学设计行业学生来到水里市场，和学生囡仔呢用这伫学校学过的科技工具，实际来调查甲建立方便人使用的知识库。我们这边木业新生在20-30年前又号称小台北。学生甲店家问价真认真，云林科技大学设计学院60位学生和南投县水里市场合作，希望会当替水里开发开工机器人，所以去访问店家收集地方故事，除了翕相记录，也利用 Google Maps 定位现场比对。AI 就是可以帮我们整理一些笔记，跟就是记录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就是当地的历史跟故事，然后发展成更新的文化。市场较内底所以这少年看手机会当看到阮遮，我伫较内底单位会当互伊知影讲我有咧卖菜。学生是在操作 AI 产生地方知识，也会甲电影内容利用 Notebook LM 录音转写，整理资料，然后也做成一个水里地方知识库。网络平台整合水里的产业活动等等，希望未来有按算伫水里发展的民众，拢通透过开工机器人和知识库来找到家己的需求。在明年2月左右会开放使用。因为这市场就是咱最起就生活的重心啦，所以这上面拢有这么青年，然后这么摊商我是希望讲下摆这青年来这创业的时阵有一个做好的网站提供给这些青年。南投水里市场最近几年持续推动空间活化，吸引学生团队、青创组织、甲长照顾点斗阵进驻。即马阁要做 AI 行动教室，水里市场希望透过这行动，会当让少年人来水里生活甲发展。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